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是周末，由于不是交易日，所以关于胡适的消息不多。我们这一期主要还是聊一聊胡一进老师以及胡一进老师老朋友司马南老师。有很多网友也不算太多，有那么几个老师对我称呼司马南为老师耿耿于怀，不能接受。关于叫司马南老师这个称谓，我已经很多次解释过。如果你实在受不了，你就可以换个地方不要看这个节目我也不会因为你一个人去改变我对司马南这个称呼，叫他老师。叫司马南老师和叫张师傅、王师傅，甚至跟南方叫靓仔、靓女都是一个意思。我也不知道有些人哪来的那么多规矩，何况记住了，司马南真的当过3天的教授，人民大学给他发了聘书，这是公开的，大家自己可以在网上去查。虽然3天以后就收回了，那毕竟是3天的老师，3天的教授，他自己也说过，这个你能否认吗？所以叫他司马南老师没有一点毛病，喜欢可以换个地方，以后不再解释了。如果还有傻叉在后面这样的留言，我全部拉黑，一律拉黑。就是你看不惯的东西多了，你凭什么要求别人跟你一样的去按照你的那个方式，按照你的标准去做事？你不喜欢这个世界，你喜欢的东西多吗？你喜欢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会因为你的喜欢和不喜欢发生改变吗？我昨天节目里面评价了胡一进老师对司马南老师偷税漏税这个事情的一个微博一个评论，我今天再去看的时候，胡一进老师已经把这个微博给删掉了。胡一进老师遭遇了什么？胡一进老师经常也有删微博的情况，有时候也会改，但是他评价这个司马南偷税漏税这个事情，总体上还是中规中矩的，喜忧参半。喜的是老对手终于有天收他，喜的是老对手破财消灾。看到老朋友这个样子，他晚上难免心情愉悦，多喝个2杯。确实胡一进老师昨天又是看上海的 F1 什么赛事，晚上又到无锡逛街。他在无锡晚上玩得很嗨，大半夜在无锡又是街头吃夜宵，又是买糖葫芦，后来又来一份什么馄饨，把自己折腾的一点都吃不下了，肚子是一点都搁不下了，才回到酒店心满意足。你就可以看出胡一进老师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老朋友现在这个样子，他就放心了。正所谓既怕兄弟吃苦，又怕兄弟开路虎。这回司马南老师路虎是开不上了，苦恐怕要小吃一点。胡一进老师非常高兴，担忧的是什么呢？胡一进老师担忧的只不过是他的爱国事业，对吧？爱国正能量界恐怕担心是一蹶不振，今后就留下他一个人扛旗。这个对额爹的支持缺少呼应，顿时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重了。司马南老师的那些流量不知道被谁分走了，胡一进老师接过来的只是一个大旗，只是责任，好处没接着，确实这个比较担忧。再加上一个担忧，考虑到司马南他已经实名举报了，司马南不是通过什么朋友吗对外放风他偷逃税款，这坏事全是那 MCN 机构干的，跟他没关系，他是受害者。司马南已经向外界传递了这么一个信息，他轻信了 MCN 机构，以为 MCN 机构会代扣。但虽然他的解释和那个国家机关给的那完全牛唇不对马嘴，国家机关认定他是故意的预谋，对吧？偷税漏税，故意做假账，够不上小微企业，他非把自己算成小微企业，享受国家的这个优惠政策，这个都不可能是无意中的，这就是蓄意。但是司马南老师如果不辩解，对吧？如果他不甩锅，那就不是司马南老师，对吧？跟他的这个性格一贯作风不相匹配。虽然说甩锅甩不掉他，那也得努力甩一把，所以他已经相当于实名举报他的 MCN 机构了。那这个事情有点扩大化了， MCN 机构以及 MCN 机构还有很多网红群星璀璨，这些人现在惶惶不可终日，所以胡一进老师恐怕多少受点影响，担心。你比如说胡一进老师他在平台拿的钱，平台有可能帮他扣了税，但是胡一进老师他走个穴，你比如说参加各种论坛给他5万8万的，胡一进老师到底怎么处理的？这一次跑到无锡去参加一个什么沙龙，他说老胡今天上午在无锡市惠山区一家中书阁书店与读者交流大国博弈及中国在当前国际形势中最较劲的地方。你看他去一个书店做这种活动，你说主办方不给他钱，他自己会屁颠跑到无锡去吗？对吧？这个少说3-5万，那这些经不经得起查？对，这胡一进老师都是现在有点含糊。总之胡一进老师喜忧参半。但是胡一进老师他这个大国博弈，不知道有没有人拍视频？论坛是不是有人拍了视频，或者这个就沙龙，或者是座谈会，或者是叫什么交流会？我倒是想看一看胡一进老师他国际形势大国博弈，说来说去无非就是额爹不会出卖我们，不就这一套吗？我们
不辜负额爹，额爹也不可能出卖我们，主打一个父慈子孝，这符合传统，我们就处在大国博弈永远一个有利的这个态势。胡锡进老师说，他说我们中国人活得都很现实，为生计奔波，但同时又保持着代代相传的爱国情怀。爱国主义作为中国文明的一条主线，在历史中不断延伸、丰富、愈发强韧，这说法还是很不错的，说的非常带劲。爱国主义，我记得有一个外国名人说，当然我们要是以批判的思维、批判的看待这个外国名人是谁我忘了，说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这个至少昨天就说明这句话还是不完整，所以我们要批判的看待这句话。加头这个事一出，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实际情况是，爱国主义是逃税者的最后庇护所。这么一改，似乎更符合实际情况。总之胡锡进老师昨天心情是非常好的，这个晚上逛了街，吃了小吃，看了美女，心满意足的回到酒店，花了5块钱买了一个糖葫芦，还说比北京前门大街便宜，不过是带盒的。就胡锡进老师他吃个糖葫芦都不忘记他的老朋友司马南老师，不忘记讽刺一下他。胡锡进老师描写的他在无锡街头是宵夜，他描写的这个场景，刻画的这个场景，无非就是想衬托一下去年加头老师在西安又是狗吃屎，又是被游客骂说他是坏人，然后被游客指着鼻子说你们全家在美国，被游客指着鼻子说你是个坏人，他无非就是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所以说胡锡进老师虽然他昨天发的微博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提司马南老师，但仿佛又处处都在提司马南老师，这就是胡锡进老师这个遣词造句他这个手法非常高明就是他这个说法让你不由得想起司马南老师的这个叫往事。那胡锡进老师为什么把那个评价司马南老师偷税漏税的微博删掉呢？后来我听网友说因为胡锡进那个微博下面全是劝他去自首的，还有人问哪壶不开提哪壶，说什么时候查一查。胡锡进老师一看这引火烧身，赶紧把它删掉了。我看有很多媒体报道说司马南老师他那个 MSN 机构叫什么名字，完了之后那个 MSN 机构后面老板是谁，又说老板又控制了多少家 MSN 机构，完了每个 MSN 机构下面有哪些网红当红炸子鸡，也好奇，我就通过人工智能搜索了一下，我是这么搜索的，我说查一下司马南属于哪家 MSN 机构，该机构旗下还有哪些著名网红。他给我的答案是，这个答案不保证，因为他这是人工智能给出来的，只能是参考。他说根据网上的信息，司马南本名于立，目前所属的 MSN 机构为蓝岸智库，该信息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和帖子中有所提及。他说例如在今日头条等平台上显示其账号关联的 MSN 机构为蓝岸智库。关于蓝岸智库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蓝岸智库是一家中国的 MSN 机构，专注于签约和管理网络自媒体内容创作者，主要活跃在政治评论、时事分析等领域。该机构的背景具体信息说不透明公开，也就是还不清楚。说但从其命名的网红的风格来看，其倾向于签约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或政治评论倾向的内容创作者。他说蓝岸智库旗下的著名网红，他说以下是根据网络信息推测与蓝岸智库相关的几位知名网红，他说具体签约方可能关系需要进一步与官方确认了。第一个就是张杰，第二个叫北美崔哥，第三个是金灿荣。他说有关信息主要来源于网络讨论和社交媒体，但 MSN 机构与网红的具体承包商关系通常不完全公开，因此这些关联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说蓝岸智库公布的网红名单可能不止上述几位，但由于官方披露不完整，其他可能签约网红的具体身份难以全面确认。确实他查的不全面，你比如说维维老师沈毅老师，对吧，很多老师都是跟蓝岸智库有关系。那么蓝岸智库或者是蓝岸智库相关联的 MSN 机构是不是下一盘菜呢？我们拭目以待。这些关联的 MSN 机构所属的这些网红会不会是下一盘菜？这个也值得关注。这个 MSN 机构才是真正的收割流量的，他包装推出了司马南老师还有几个老师，他给他们流量，对吧？包装
推广，封界火助封市。要不这些人这些名嘴为什么要加入 MCN 机构？有什么好处啊？就是能够得到最大化的推广，最大化的收割爱国流量。当然了，如果光说靠 MCN 机构去推广，那只是条件之一。如果你本身你不像加藤老师这么优秀，这么口若悬河，这么义正言辞，这么滔滔不绝，MCN 机构就是捧你也不行。所以今天财新网他刊登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写的特别好，叫司马南的秘密思想武器。他这文章很长，我这选中间一部分介绍一下。他的文章认为，他说司马南网络影响需要肃清，也就是说肃清司马南余毒。现在咱们马上就要肃清司马南余毒。他说，毕竟观念和思想残留依然可以卷土重来，清除少数网民观念中的司马南，打了引号，就是你的观念里面的那个司马南，非一朝一夕之功，这需要系统性发力，进行一次全网的思想观念的小整风。这种小整风实际就是在发展的大旗引领下，统一思想，同心同德，对于群体性的网络思潮正面加强引导，负面进行清理，为营商环境的改善进行观念领域的整顿。也就是说，接下来咱们要清除司马南老师余毒。说因此，自2024年开始，司马南账号全网没了动静，再到今天受到涉税的法律处罚，意味着这股一度喧嚣的网络思潮至此大势已去，其网络影响也将快速消退。失去精神领袖的少数网民，也就是咱们老说的夹头粉，在就业和发展的家事国事面前，只能追逐眼前的光，也就是他们失去了这个精神领袖，失去了这个方向，最后坠入到这种世俗之中，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就是就业。他这文章说，司马南和特朗普的可比性，把司马南和美国的特朗普相提并论了。他说，回看司马南的崛起之路，是值得从舆论的和民意的角度严肃复盘的。他说，在这一点上，司马南对于民意的舆论和操纵和利用和特朗普具有同样的套路。所以说，这个夹头粉和这个化妆粉一下就合二为一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化妆粉本质上它就是夹头粉。你看这个财经网文章写的，他说其秘籍就在于紧紧抓住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群体情绪，发表迎合性言论，宣泄基层愤怒情绪，成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和当代英雄，这都是打了引号的，从而制造网络舆情，把持网络舆论，牢牢扎根于基础厚实的网络民意之中，实现迅猛成长。他说，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在于他依靠商人的直觉，敏锐地觉察到，在美国引领的全球化推进了数十年之后，美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传统重工业区的出现铁锈现象，城市破产，产业工人失业，无数中产遭遇阶层滑落，由此美国出现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愤怒。特朗普觉察到了美国国力的衰退，由此引发的民意转向，更读懂了愤怒民众对于就业的强烈需求，对于吸走就业机会的东方大国的不满，对于空喊口号追求政治正确的民主党的无比厌恶。他就此精心设计自己的人设，组建团队，打造竞选纲领，以一句精致的让美国重新伟大，也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竞选口号，一举击中中低收入群体选民的心理痛点，就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为美国底层选民领袖，一路高歌猛进，开着皮卡，带着红脖子，直接冲进白宫，登上总统宝座。由于美国是竞选社会，选票文化是政治的底层逻辑，只要获得面广量大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至于反对党政治对手的言论和抨击，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他们无从撼动基于选票的权力正当性，甚至可以通过阴谋论的引导，将对手的言论转化为有利于自己的舆论。也就是说，只要吸引更多底层选民的支持，无论正面还是负面言论，都是有助于自己的能量。
这就凸显了舆论的极端重要性。反观司马南，其舆论制胜就是网络舆论制胜的法宝，就是洞察了相当数量网民的心理诉求和心理痛点，就此制造撕裂话题，迎合网民情绪，并以树立网络公敌的方式，将一些民营大企业置入网络审判台上，以批判国有资产流失、资本罪恶的名义，振臂一呼，万众响应，宣泄了群体愤怒，自己也顺势成为网民心中的阶层代言人，粉丝蜂拥而至，流量汹涌澎湃，堪称名利双收。将这两者进行比较考察，是为了说明舆论工作的重要性。舆论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利益分配、公平正义高度相关，却恰恰和真理真相相去甚远，虽有联系，常常背离。其中关键之处在于对社会人性的洞察和影响。网络舆情为何重要，就在于它们是源于网民的真实心声，是社会舆论的真实发源地和舆论的酝酿池。这个文章说司马南的秘密思想武器，就是司马南能够影响网络这么久，也能影响到这么多的网民，其必然有一个思想的武器，否则很难影响人心人性，也很难走得太远。表面看，这种思想武器是爱国主义，只要他牢牢地站在爱国主义这个精神和思想的制高点上，他就能够确保站在政治正确的安全线上，就能够把持舆论，利用扩大普通网民朴素而热烈的爱国情感，指挥千军万马，产生网络重要影响力。他说，但是再深入考察，我们会发现这种爱国主义只是表象，他的思想武器的秘密藏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藏在一套文化理论里面。这种秘密就是中国传统社会评价人物的一套方法论，也即观人要看大体的理论。他说，这种思想武器并非是司马南创建的，但是他的做法无形中利用了这个文化传统，从而成为他的思想武器，成为他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法宝。所谓的观人要看大体，就是要将人辩证的一分为二看，评定一个人的好坏要看他主要的一面、基本的一面，大体就是大局、大部分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只要看他主要的思想和观点是对的，是符合某种利益取向的，那么他就是好人，就是对我有用的人。至于其他方面出现一些小问题、小的错误，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是瑕不掩瑜的，局部影响不了整体。毕竟它主要方面和基本面是好的，这就代表它小的方面是片面的矛盾，是可以原谅、终将改正的问题。他说正是中国社会这种只看人的基本面，而忽视了另外一面的文化传统，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思维漏洞和文化死穴，衍生为中国一个灰色的社会空间，由此成为文化土壤，产生了无数伪君子和大伪之徒。原因很简单，只要我大体是对的，我只要忠君爱国，小的问题不过是细枝末节，乃至道德瑕疵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导致了从古至今都有一个现象，一个人只要大声宣称他的价值观是符合主流的，符合忠君爱国思想的，那么他就是政治正确的，就是安全正确的人，就是不容攻击的人。再进一步攻击他，就是攻击主流思想，就是反对忠君爱国。反过来攻击的人反倒坐实了罪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司马南老师在美国买房子，他前面是百般抵赖，后面被人实锤，他只好承认。后来他用小房子来狡辩，别人都买了。后来他的粉丝居然认可了他，一边骂美国，一边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一边在美国买房。这个跟他宣传的理念不一样，他的粉丝能接受，为什么呢？那按照文章的意思，就是司马南他占据了这个道德的制高点，他是爱国。那就现在很多司马南老师的铁杆粉丝还在为他洗地。爱国是一个保护伞，只要你打着这把保护伞，你可以为非作歹，想干什么干什么。他说，但是这种价值和道德的正确化身难以消除生活中的人性自私之心。不过因为有一层难以击穿的神圣外衣，人们看不破，或者看破了也不敢说穿呢，因此无数道貌岸然之人
有了深层空间，表面上散发出圣徒的光辉，其实已经败絮其中。这就是伪君子的由来，也是伪君子的文化藏身之处。因为是文化的灰色地带，而且一直没有正本清源，所以这里一直水草丰茂，是社会风险的发源地之一。司马南因为站在了爱国主义制高点上，获得了政治正确的精神护身，获得网络拥趸无数，由此成为网络空间中屹立不倒的金光闪闪的爱国大神。其散发出爱国者的神圣光辉，已经遮蔽了个人言行、道德细节等方面的诸多瑕疵，或者说这种神圣形象具有感召人心的力量，能够自动屏蔽和去除不利于布道者的负面消息，从而自觉维护布道者的光辉形象。他说这种政治正确和文化正义产生了自驱力，具有文化自净的功能。然后他文章说司马南早就已经暴露出很多方面的问题，但是粉丝看不到或者能容忍，甚至为其辩护。这个咱就不说了。现在司马南漏税已经被国家有关机关认定了是违法犯罪分子，他的粉丝还在给他洗地，把他打造成一个受害者，受美西方、受资本迫害。他说这背后不仅仅是司马南的爱国表演功力深厚，更在于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具有容纳和保护伪君子的作用。这种文化漏洞正是司马南日得水的思想武器。如果不能清理这块文化灰色地带，还会持续出现社会风险。他说中国文化这种思维认知漏洞还导致了这样的后果，那就是常常被人利用，用来兜售私货，获利甚多。这个文章举例子，他说比如近年来很多西方网红到中国，只要表明自己是爱中国的，热爱中国文化，是中西交流的大师，就能轻易收获鲜花和掌声无数。你看看现在就这个现象，老外只要标几句中文，中国我爱你，中国遥遥领先，那立马前一阵子美国的这个 TikTok 难民跑到小红书，不就是这个效果吗？因为主流社会倾向于认为他大体是爱中国的，不可能是坏人。这种认知的缺陷已经被人利用，小至网红，大至社会组织，都在利用这种文化心理来谋取好处。他反过来说，比如说国外西方是什么个情况？他说与中国文化这种看大体有所不同的是，在很多国家，生活细节和个人言行反而构成了评价人物的关键点。比如他说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中撒谎，则整个人身信用就可能破产。典型的是特朗普嘛，特朗普就谎话连篇了，但是他到底有没有破产呢？这个还得观察。他如果考试作弊，则会被彻底逐出校园；如果对同学实施人身攻击，可能就要把牢底坐穿等等。他说这在国内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他说我们这种文化漏洞也是导致校园霸凌和贪腐现象难除的社会根源之一。确实是蔡英文他这篇文章主要是从文化层面剖析这种司马南这种现象，也就是明知很多人知道司马南是个坏人，为什么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但现在还在给他洗地？明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不对，侵略是不对的，但是还在为俄爹洗地辩护。如果往深了挖根源，那就是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分不清观点、立场这些区别。我们有的时候要就事论事，有的时候要看全面。我们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不能以圣人的标准要求每一个人。那这样我们不能抓住人家的一点小错误揪住不放，似乎这样也不对。小时候偷过东西，小时候被处理过，那他一辈子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走入社会，这个似乎也不对。所以司马南这样的网红流行，当然是有文化方面的原因。那现在特朗普、万斯、马斯克流行，是不是说明美国的文化出问题了？难道美国文化跟咱们5000年文化得的是一样的病吗？还说是文化本身就有问题，就是人性出了问题，而不是什么特有的文化出了问题，是人性有弱点。司马南正是利用了这种人性的弱点，而不是文化的弱点。那我们的文化有问题有瑕疵，只是助长了助推了这种现象，或者是让这种现象更难以让大家看清楚，给它披上了一层朦胧的这个面纱，更不容易看见，掩护了司马南的这种行为。总之我认可这个文章这观点，司马南易除，夹头粉叫难消。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